鼎威花園127平方戶型，呢一個戶型呢喺成個鼎威花園都係比較少放出嚟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知道鼎威花園嘅朋友們都清楚，鼎威花園呢127方嘅戶型呢係非常之實用嘅，佢可以做到咗4房3衛一個戶型，包括呢我哋個餐廳、廚房嗰啲都係比較實用，而且呢呢個主人家呢真係將成間屋保養得非常之靚，我哋嘅餐邊櫃同埋個飲水機都係齊全嘅，然之後南北對流過一個大廳，非常之舒服。呢個業主嘅話呢係一間度假房嚟嘅，依家都比較少住，所以呢就先至諗住想放賣咗佢。我哋嘅主人房呢係1、2、3，一共有3個衣櫃嘅。如果呢度嘅主人家係大老闆或者做生意嘅，呢度呢主人房呢仲可以做埋一個辦公台。然之後女主人嘅話呢，有個咁大嘅衣櫃喺度，俾你可以裝晒你啲所有衫褲褲。如果嗰個裝唔晒，呢邊仲有2個。所以呢，主人房嗰度呢係做到咗一個南北對流，非常之舒服，採光呢又非常之靚嘅。大家覺得呢啲戶型而家賣得幾錢？歡迎喺評論區一齊探討探討，多謝。